台南市议会延续去年百花齐放的展览，在今年幸福满园花卉展览结束，嘛开放民众免费来索取。在上午8点未到，议会四周围就摆满人潮，其中排头一位竟然6点就进来，而且锁定家己喜意的喷花。6点我来摆啊呢6点来摆啊。嘿嘿嘿。啊，有摆什么款的花景吗？香水百合、粉红豹、玫瑰，蓝眼菊吧。哦，你今日几个人来啊？阮3个人跟2个比拼咧摆。9点一到，开放民众来入园，因为人数伤济，一届开放20位，花甚至规家花啊，每个人限定5盆，甲去年比较起来，今年送花的地数都算良好。因为我们要种我们社区的花圃，对，我们也是看那个网络介绍的。今年第一次，去年9点来就销售一空。对，这样排队的方式觉得怎么样？这样很好，大家不会用抢的，一次开放20个，这样很好。整个的取花的过程呢，都非常的平顺，民众也发挥他的秩序，让我们看到台南市民是一个守法而且有守规矩的一个市民。那整个的花呢，索取一空，大家都非常的快乐，也非常的高兴。那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活动，让大家的心里呢看到一个花呢，就心旷神怡。那也能够带动台南市整个的花花草草的城市，让大家有一个愉快快乐的过年的味道哈。在此代表台南市议会，希望大家所有的市民能够在新的一年共同努力打拼，将整个台南市建筑一个美好快乐的城市。今年台南市议会四周围总共分做10个区，开放民众排队入场来选取家己喜意的喷花。伫短短无到1点钟内，上万盆的喷花就马上被民众来索取一空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